咱台湾明年就要真做超高龄社会啊，包括老人照护、少子化、欠工议题，拢会影响国家发展。司法部甲工研院就希望运用5G 全屏专帮技术，互机器会当直接联网络使用，运用伫咧医疗甲农业等等，互产业界未来咧做工课时阵会当煮来煮里边。即将前往101。 机器人摕到指示，就随要去巡病房。这是工研院甲司法部合作的5G 全屏专网技术，所以因特别办一个展览，让民众看到即马5G 是安怎运用伫生活当中。这个5G 的全屏专网有专门的5G 线路，互机器通直接接通伫网络使用。即个工研院甲5G 结合医疗，开发出一台会照顾病人的机器人。可以跟随那个护理师，然后去巡病房啊，或者是传达资讯。 那或者是给卫教的指引。那另外就是医生或护理师如果在远端，是可以给视讯的一个方式。2025年，台湾特别进入超高龄社会，尤其是现代人的囡仔生真少，未来产业界欠工的问题恐惊会愈来愈严重，这嘛是真重要的问题。即马透过5G 全屏专网的技术，除了做工课通较有效率，嘛会当解决欠工的问题。现场甲技术用伫医疗甲农业等等，比如讲农民就会使利用检测香菇影像，随时去看菇寮的状况，通代替人工去巡菇寮。 不过，这个 AI 辨识技术会使去解决即马农业做欠人的问题嘛。阮伫阮的工厂，阮就放伫一台迄自走车面顶，伊就会使代替咱人去做巡场。司法部结合5G 全屏专网的技术，希望利用科技走向智慧的国家。司法部嘛伫台北华山文创园区办展览，希望互民众到阵来参与，互科技简单进入咱的生活。记者陈阿选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